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同一时间，我们能够一起来线上的参与线上的门徒训练课程。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想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叫做《主如明亮晨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透过这首诗歌，能够恳求神的话语，能够就像一个曙光一样，带给我们生命当中，在遇到问题、遇到不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上帝他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宝贵的救赎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用主的爱来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新的盼望跟祝福。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它是那成为奇妙的救主，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大人赐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我们再次从头一起来。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它是那成为奇妙的救主，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为我被钉在这十字架，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他人赐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这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美好的安排，使我们可以聚集在神你的面前，安静的来听神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当你赦免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真实，但我们也要更多的明白，人在犯罪、在罪恶当中所带给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影响，甚至产生的后续的结果。我们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没有在这样子的结果跟影响当中来受影响，是产生矛盾的，是产生生命有许多挣扎的挑战。圣灵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帮助我们，不是单单读一段圣经的故事，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听见你在今仔日对我们每人生命的提醒。主啊，当我们在主你的听和公义的内面，我们常常不知道要安怎来调整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决定。我们需要在饶赦、在痛痛的生命中间，常常有时我不知道要安怎做主意、做决定。我恳求上帝你加添我智慧，
让我们学习在生命许多矛盾怀疑的心中，学习交托给主，把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真理跟恩典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要将今天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手中，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一段圣经节，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4章。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那在看这段圣经节以前呢，牧师想要跟各位讲一个故事。我们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这个大儿子因为嫉妒愤怒而不小心失手杀了这个做错事情的弟弟，那整个家庭破碎了。那家里面也有一个父亲，年迈的父亲，他的内心痛心欲绝，他同时失去了2个儿子，一个被杀了，一个成为杀人凶手，然后逃离在家的外面。那时间一天比一天的过去，那这个年迈的父亲呢，那心情悲伤的心情渐渐缓和下来之后呢，然后呢，他开始对这个逃亡在外的这个大儿子深深的怀念思念。他想他的儿子，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法律上，我们知道这个大儿子因为杀了弟弟，他应该要杀人偿命嘛。那家族里面呢，很多人也盯着他看，看这个大儿子到底逃到哪里去。如果这个爸爸如果轻易的把这个大儿子带回来了，到底他要怎么样对这个死去的儿子交代？因为很多人都在看，很多家族的人都在看。他身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那到底他该怎么做才是对的？而在他的心里面，我相信这个年迈的父亲他在家庭里面他是一个领袖，在许多人的面前，他就是一个也需要交代的。所以这个简单的故事的背景当中呢，也是我们今天牧师想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的。在圣经里面，源自于一个破碎的王室家庭，一场因为罪，甚至因为沉默，他不知道所引发带来的家族的悲伤，甚至所带来他的生命当中的连锁反应。所以这一切我们都是要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大卫的长子暗嫩开始说起。那暗嫩呢，他本身他对他的这个同父异母这个妹妹他玛动了一些邪念。那他用诡计来玷污他这个妹妹，也就是犯了奸淫，犯下了这个乱伦的大罪。而事后呢，他并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反而呢，因为厌恶这个他玛他所玷污的这个妹妹，而把他驱赶出家门外。我在想这个大卫的长子暗嫩他应该是为了要让他做的这个坏事情不要让人家知道，而甚至把这个玷污的这个妹妹他玛赶出去，就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从大卫的家庭，我们从大卫不管他的认罪，不管他自己本身在上帝的面前，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应该有的王室的身份跟价值跟责任。但我们可以看清楚，在后续的他的家庭，王室家庭产生了极大的变动。而这个我刚刚讲到这个暗嫩因为玷污他的妹妹他玛这个丑闻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3章里面呢，开始叙述到整个王室的这个王宫里面身为父亲的这个做君王的大卫他听到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气愤了。但是他并没有做什么，他也没有为了这个受害的女儿伸张正义，他也没有惩罚那个犯下滔天大罪的长子。大卫他选择沉默而没有作为，在家庭里面他就像是一个毒瘤，但是在另外一个儿子他玛的亲哥哥押沙龙
的心中啊，哇，他埋下了一个非常仇恨的心思意念，因为他的妹妹被伤害了，但是他却在那当中隐隐作痛整整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呢，这个押沙龙啊，大卫的第3个儿子啊，他怎么样？他计划了一场复仇啊。他剪羊毛的这个在羊毛的宴席上面呢，他命令仆人去杀害暗嫩。而之后呢，他为了躲避父亲的惩罚，他立刻逃亡到外祖父阿公的厝，去到那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一个起点，也是撒母耳记下第14章里面所提到的。当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个儿子成为杀人凶手，押沙龙成为杀人凶手，而逃亡在外。时间过去3年，大卫他对暗嫩的死伤痛逐渐怎么样？他逐渐平息下来哦。他心中对押沙龙的思念却是越来越多。所以此时我们可以知道，当大卫他内心有许多这个混乱的情况的时候，他开始在计划缜密，他在想，在律法的规定当中，杀人者他必须偿命，他有责任维护国家的公义，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父亲，他深爱着那个外貌俊美，却也双手玷污着这个凶手鲜血的儿子押沙龙。而这个君王的责任，他做王的大卫王的责任，跟父亲的爱，对亲人的这个爱，这个非常大的冲突，在他心中产生一个无法解开的矛盾。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渴望自己的儿子回家，可是又碍于君王的身份，因为押沙龙他杀人，理应当处死。可是呢，整个国家人民都在看这位战无不胜的伟大君王大卫如何来处理这个最棘手心痛的这个家务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大卫王，他在这样子天人交战当中，心里面非常的矛盾，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出现了一位他的手下，也是最懂得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的这个约押大元帅。他看出了王的心事，大卫王的心事。约押他决定自己来帮大卫王，他用一个非常聪明，甚至可以说是高明的计谋，而来为大卫预备一个台阶，让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个儿子押沙龙接回来。今天我们要来看约押他怎么做，到底这个计谋，到底他怎么样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这样子的方式，用人所认为可以解决的方式，但是由人的智慧所促成的这个和解，真的可以和解吗？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14章。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4章1到10节。喜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大卫王很想念喜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大卫王很想念押沙龙，就差人去提哥亚地方找来一个聪明的妇人，对他说：请你假装居丧，穿上丧服，不要梳头，好像一个已经居丧很久的女人，然后到王那里去，把我告诉你的话对王说。于是约押告诉那妇人该怎么说。那提哥亚妇人就去见王，恭敬地伏在地上说：陛下，请帮助我。王问他：你有什么事啊？他说：我是个穷寡妇，丈夫早就死了，我有2个儿子，有一天他们在田里吵起来，没有旁人在那边劝开他们，于是其中一个杀死了另一个。陛下，现在我所有的亲属都敌对我，他们要我把儿子交出来，让他们因杀兄弟的罪治死他。他们这样做的话，我就一个儿子也没有了。他们要毁灭我最后的希望，使我丈夫没有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大卫王说：回去吧，
我会为你处理这件事的。妇人又说了，陛下，不管你做什么，这个罪归我道和我的家族，王和王的家族是无辜的。王回答说，如果有人威胁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就不会再打扰你了。妇人说，陛下，请向上主你的上帝祷告，免得报血仇的人继续杀戮，使我仅存的儿子也杀了。大卫回答，我指着永生上主答应你，你儿子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那妇人又说，陛下，请让我再说一件事情。王回答说，你说吧。妇人对王说，你为什么蓄意对上帝的子民做了这样的事呢？你不准放逐在外的儿子回来，你刚才说的话似乎已经定了自己的罪啊。我们都会死，像泼在地上的水一样，不能再收回来。即使上帝不使死的人复活，王至少有办法使一个流放的人回来啊。陛下，我来向你说话是因为有人恐吓我，所以我想我该对王提起这件事，但愿王照我所请求的做。我想大卫王会听我的，救我脱离那要杀我儿子和我，把我们从上帝赐他子民的土地上移去的人。我想陛下的话一定会安慰我，因为王像上帝天使一样能辨别是非。愿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王回答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诚诚实实回答我。妇人说，陛下请问。大卫问，是不是约押叫你来游说的？妇人说，我指着陛下的性命发誓，这问题我非回答你不可了。是的，确实是你的元帅约押要我这样做。这样说的，他这样做是要挽回这件事。陛下像上帝的天使一样聪明，洞察世上的一切事。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从第1节到第20节里面，大卫他的外甥也是军队的这个元帅，他是一位精明非常务实的政治家约押。他对对大卫忠心，但也常常为了政治的不择手段。他知道大卫内心的矛盾。约押他刻意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他为他设计好的剧本，然后透过这个好像虚构家庭的悲剧来类比大卫家的情况。这真厉害编一个故事，然后把这个代表王讲。他的技巧嘟嘟阿呵帮助了大卫做出保护他儿子的承诺，然后将这个判决应用在大卫自己身上。我再讲一次，这个妇人她技巧性的带领着大卫做出保护这个妇女所编出来的故事，他的儿子的承诺，然后将这个判决应用在大卫自己身上。他提出了2个论点。第一个，人都会死，覆水难收了何必为了那个已经死了的暗嫩，永远失去还活着的押沙龙呢？他在叙述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蓄意在第13节，你为什么蓄意对上帝的子民做了这样的错事呢？你不准放逐在外的儿子回来，在影射押沙龙。你刚才说的话似乎已经定了自己的罪，我们都会死，像泼在地上的水一样，不能再收回来，对吗？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妇人她所讲的这些话非常有意思。她说，第一个论点，人都会死，覆水难收，何必为了已死的暗嫩，永远失去还活着的押沙龙呢？第二个，她的谈论话语里面，她说上帝也设法使流亡的归回，君王更应该要效法像上帝一样的怜悯。哇，有没有觉得这个妇人人的智慧我们看见人心的需要，
约押他敏锐地察觉到大卫他内心的挣扎，而他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的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群体当中，我们是否也愿意去体验察觉，关心我们弟兄姐妹的内心有许多那个说不出口的矛盾跟挣扎？我们看见约押他看得出来，但是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思考，当人的智慧跟上帝的旨意，约押的计划看起来好像充满智慧，好像为了达成目的而将整个的过程从头到尾，你会看出这整个的故事里面都是人的精心策划，缺少寻求神智慧的环节。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妇人她的说话虽然动人，讲起来非常她讲有艺术，好像又有安慰，然后又有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在看，在混淆了杀人、过失杀人这件事情，好像都没有谈到。蓄意谋杀的这个律法的界限，好像也没有去谈到这些问题，而反而是用情感的诉求来模糊公义的原则。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在一开始他提醒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出于好意的人为配合的方法，来配合教会的事工，来配合教会牧者的期待，而我们出于好意，用我们人心意的方式来参与，而不一定是合神的心意。有些时候我们反而在这当中会为我们带来埋下未来这个后患。我们怎么看？我们一起来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第21节到第28节。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后来王对约押说，我同意你这样做，你去把那年轻的押沙龙带回这里来吧。约押恭敬地俯伏在大卫的面前说，陛下，上帝赐福给你，我现在知道我蒙你垂爱，因为你答应了我的请求。于是约押就起来，到基述去，把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可是王下令不许押沙龙住在宫里。大卫王说，我不要看到他。于是押沙龙就住在自己的房子，没有见王的面。在全以色列没有一个人像押沙龙那样英俊，令人倾慕，从头到尾脚趾都没有一点缺点。他的头发浓密，每年得剪掉一次，不然就太长太厚了。那剪下来的头发，根据王家的标准去称，重约2公斤，蛮重的哈。押沙龙有3个儿子，1个女儿名叫塔玛，非常美丽。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2年，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大卫王。各位弟兄姐妹，大卫顺着约押安排的路，他同意押沙龙回来，却又下令不要见我的面，不要见他。这是一个极为矛盾的决定他满足自己作为父亲的思念，却没有真正处理儿子犯罪的问题。这有些时候让我想到，有些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爱孩子，可是孩子他明明在可能是在教会，可能是在他的生命的方面有一些问题跟状况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告诉他，而反而我们宁可不要去见到。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看到，从接纳这个大卫王接纳押沙龙回来，但不见面，现在的人就说给他时间他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这是一种惩罚，这不是一种给大家时间，而是一种情感的一种疏离。我觉得当我们面对问题，我们看见我们实际上是很征战，但是我们要怎么跳脱这个感情关系？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愿意接纳他的儿子回来，但是他避不见面，这让押沙龙虽然回到了权力的中心耶路撒冷，可是却被隔绝在权力的核心之外。
我相信这个押沙龙他感受不到父亲那一种完全的饶恕跟接纳，不是吗？大卫的做法，他在形式上是和解，可是他却没有实质上的关系的恢复啊。我再讲一次，有些时候我们的做法是形式上的和解，可是没有实质关系的恢复，这不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是愿意重建关系，即使过程非常的痛苦，但是还是需要沟通哦。我们很多时候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是否会常常因为我选择我可以原谅你，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这种半吊子的饶恕了。我觉得这种饶恕往往会让这个苦毒啊，在那个离开的人身上，生命当中会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继续在他生命里面滋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大卫他因为内心充满矛盾，所以他做了一个矛盾的决定，这也反映出他灵性的许多软弱的层面，不是吗？他没有力量去面对处理这个家庭里面家事的复杂，他选择一个看似好像折中的办法。我们很多时候不也是会这样吗？用最折中的方法，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看上帝怎么安排，可是却对他的未来造成了埋下一个最危险的种子。很多时候我们那个问题并没有去解决，所以当我们心中如果充满矛盾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不是立刻做决定牧师不是要教各位立刻去做解决的方法的决定，不是，而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一直到我们的心被真理来抚平，清楚的告知，有从神而来清晰的指引，你会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经文里面29节到33节，我们一起来看。他派人招约押来，要请他去向王说情，但约押不来。押沙龙再次派人去请，约押还是不肯来。押沙龙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看，约押的田园就在我隔壁，有大麦长着，你们去放火把它烧掉。于是他们就去放火烧田。约押到押沙龙家里质问：为什么你的仆人放火烧我的田呢？押沙龙说：我叫人请你来，你不来，我想请你到王那里替我说情，问他为什么要我离开基述回来，我倒不如留在那里好。现在请你为我安排有机会见我的父亲大卫王，如果我有罪，就让大卫王我的父亲来处死我好了。于是约押去见大卫王，把押沙龙所说的告诉他。大卫王就派人去招押沙龙来。押沙龙来了，在王面前俯地叩拜，王就亲吻他。各位弟兄姐妹，2年的隔绝让押沙龙心中不满跟苦毒达到了顶点。他虽然回到了耶路撒冷，他虽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可是他没有办法见他的父亲。他用一种非常激烈不计后果的方法，就是烧掉大卫王的这个算是亲信约押的麦田，然后呢打破僵局强迫约押来为他传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显示出押沙龙的一个性格，骄傲有野心，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没有丝毫的悔意，只有对他自己被冷落的这件事情感到愤怒。最后大卫和押沙龙见面，只不过一个亲吻，做了一个和解的标志。亲吻的背后代表是什么？代表是2年的隔阂儿子的怨恨还有父亲的妥协但是有解决掉处理罪的问题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虚假的和平。我感受到大卫他没有彻底的去处理，而让押沙龙的怨恨持续的发酵。从押沙龙对他的妹妹他玛的事情被暗刃所杀，被排挤，然后
被这个暗嫩所做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引发他的杀机，杀了暗嫩，最后甚至到他跟他的父亲，最后甚至引发最具破坏力的方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家庭教会里面，我都觉得任何被掩盖、被忽视的问题都不会自动消失的，反而会以压力下的，而且会用更丑陋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想要去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勇敢面对自己所在侍奉上，或者是在跟人的关系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冲突里面，我们都需要求神怜悯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看不到押沙龙他对杀害暗嫩有任何悔改的意思，他要的不是饶恕。我觉得这个押沙龙可能他是想要恢复他做王子的地位，大卫则是因为父爱，他绕过了这个悔改、这个和解所必要的步骤。虽然他们是拥抱了，虽然他们的关系好像是这个押沙龙他在他的父亲面前跪拜，然后大卫王给他一个亲吻动作，可是我觉得问题还是存在着，罪的问题、杀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很想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讨论，在现今的教会里面有几个问题。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信徒或是领袖，当他犯了明显的罪，影响了群体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平衡这个爱跟接纳，还有如何持守公义跟真理当中，这两个当中如何不要产生矛盾，但是矛盾的原则当中，我们应当要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好好探讨的问题，因为我们要避免教会产生两个极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个极端的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有定罪而没有爱，将犯错的人一竿子打死在外。另外一个极端呢，像大卫这次一样，因为爱跟情感而模糊了罪所带来的严重性。所以有些时候教会里面讲得太白太直，定人家的罪，一竿子打翻人家的所有侍奉，这个不好。另外一种呢，讲究的是什么？教会就是要有爱，教会就是要讲包容，教会就是要讲牧养关怀，但是却忽略了去讲人生命的罪的问题。那么这个爱不是真正的爱。我觉得教会需要恢复应该有的生命的际遇。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要惩罚，而是要挽回跟恢复。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处理这个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多一点祷告，用爱心去祷告，用怜悯的心为对方祷告。同时我们也要明确的对真理有应该有的标准。我们不能只有讲爱、饶恕跟祷告，我们更需要真正的也要把应当说的真理说出来。在圣经里面呢，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了。这里他谈到要用温柔的心不是气愤也不是用一个愤怒的方式去为了挽回他而伤了彼此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第5章11到13节也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保罗说，我的意思是，不可跟那自称为信徒却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别人、酒醉或盗窃的人来往，就是跟这样的人同桌吃饭也不可以。12节到13节说，我的责任不在于审判教外的人，就教会以外的人，
上帝自然会审判他们。然而，你们不是应该审判教内的人吗？正如圣经上说的，要从你们当中把那邪恶的人开除。哇，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好好省思啦。经文当中他提到跟行恶的弟兄分开，目的是为了教会的圣洁，为了要当事人能够醒悟悔改。所以我一直觉得真正的爱，基督徒在谈真正的爱，是要能够勇敢的去指出罪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罪是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哪些地方，我们要陪伴对方走在这个悔改重建的道路，而不是对罪视而不见。大卫的失败是在于他只有接纳，他没有引导押沙龙面对他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知道到后来是推翻到后来的故事里面，大卫整个王朝是被推翻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省思的功课。其实罪一直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去面对的时候，在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看到都是表象，很多时候这个表象的背后却是隐藏着许多那个潜藏人生命的那种压力跟不解，甚至期待解决的那种愤怒。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啦。那第二个问题，牧师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约押他用人的智慧来解决大卫的心病。那这件事情虽然短期内看起来好像有效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他跟大卫王讲完之后，大卫王有没有就马上请约押怎么样去请这个他的儿子押沙龙回来？而且其实他知道他的儿子在哪，可是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在等候。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人的智慧其实有他的方法，看似是有效的短期的有效性，但是呢，有些时候方法错了，就算那个看起来好像有效，但不见得有用，不见得可以持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我们的服事跟生活当中，如何来辨别一个决定是出于人的好意跟聪明，还是真正出于上帝的智慧跟带领。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灵修，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与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牧者好好的沟通跟商量。在很多事工，在很多处理人的问题上面，我们做每一项的决定出发点都是为了，到底我们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好解决我们眼前的麻烦，还是为了要让上帝喜悦，遵守他的原则。这个方法在处理不单单只有我们去处理有那份热情，还要怎么样？还要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押他的动机可能是想要为大卫王分忧啦，分担劳苦啦，但是我们看见其实多多少少也都会掺杂一些政治考量。现在这个国家政治人物我们台湾好像也有常常有这种决定，这种故事为了讨人喜悦，解决眼前的麻烦，而放弃了自身可能他参政为民服务的中心核心思想跟价值。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台湾正在做很大的变动的同时，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更多的祷告，为国家的领袖，为每一个参政的这些立法委员，每一个参政的这些议员、政府官员，整个的过程我们都需要透过祷告来寻求神的话语的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靠人的计谋口才在操作，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在处理事情，就像大卫跟约押的互动当中，完全没有神的角色，而是把神的会怎么做的方式把它拿来再用，这种用人的心意在决定神的心意的时候，这种不是很 OK 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做类似的这样的决定，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平安，而是表面的和谐。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引导人，帮助人更亲近神，更认识真理，更认识神的话，
是牧师想要鼓励各位，我们要更多明白看见圣经的故事的背后，这才是很多圣经上帝所希望让我们明白的真理。好，那牧师想要最后跟大家分享2段圣经节。雅各书3章17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有清洁的心，还要有和平温和这个和平的氛围啦哈。那用温良柔顺的态度，然后心中带着怜悯，为了要多结善，善这个和善的果实，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才是上头来的智慧。箴言14章12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需要彼此警醒，不是所有看似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好方法哦。要分辨自己或是他人，或是我们要跟别人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神的智慧？我相信必然会再从神的话语跟上帝的这个他的公义啦、慈爱啦、圣洁的这个性质啊，是否有相合？是否有相符？那不会为我们的环境、为我们的关系带来混乱跟纷争。那我想这样子的关系才会带来长久性的，而且是真实的平安，而不是短暂的。最后，牧师想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把眼睛闭上，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撒母耳记下14章让我们看见，好像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镜子照出我们在心中、内心里面常常存在的矛盾。大卫他是一位伟大的君王，